书第4章17到24节，17到24节。来，我们把圣经翻开来，我们来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来，有没有带？有。好，有带的人，我们大声来朗读上帝的话语。以弗所书第4章17到24节，来，请。所以我说，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谎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上次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失了，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恩典的同在，带领我们经历每一次我们所面对的挑战。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恩典当中再次明白你的话语。此时恳求圣灵亲自来帮助，带领我们经历那美好的相遇。愿主你亲自看顾，让你的话语成我们生命的力量与帮助。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平安。好久没有看到你们，因为牧师前阵子出国，然后回来，然后到现在才又在周六礼拜跟你们相见。今天再一次在这边要跟大家来分享以弗所书第4章里面是要跟各位分享是新的生命，新的生命。特别在这个节期里面，4月，我们现在是开始放年假了，对不对？好，有人点头，很开心哦。4天，你有想到4天你要做什么吗？在台湾这4天，我们都要来过一个节日，叫清明节。在清明节里面，其实，在教会，我们也是在这个节期里面，我们追思我们的亲人。当我们有亲人离开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都会很忧伤。但是随着时间的拉长，我们的思念其实并不会减少。因为我们透过每年我们对我们的亲人的追思，我们会去再一次去想起亲人在这世上的时候的种种的一切。所以，透过每年的这个节期，我们不仅是要思念我们的亲人，其实更要去了解我们的亲人他们在生命中以及他们所留下来影响我们生命的那些事物。因此，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承接起我们亲人曾经在信仰里面做过的事情，他们曾经走过的路，让他们的信仰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透过今天的以弗所书，保罗在这边已经开始改变一个面向，这个面向其实就在讲我们基督徒如何活出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你突然拥有的，这个生命不是你想改变就可以改变的，这个生命是因为上帝让人接受，以及你自己亲自去做，我们就可以得到上帝这一个数不尽的恩典。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开始相信而且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从那个死亡当中被上帝带离开了，然后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命。在当时写信给以弗所教会，
的这个时代里面，犹太人和外邦人其实都在基督里面，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在基督里面合为一，成为一个身体。我想我们当中有些人有上礼拜三张世聪牧师的灵命更新课程，在这一周里面，他提到了教会和众信徒的合一。教会和众信徒的合一，不是我们要做的，那不是我们去做，而是我们是倚靠圣灵的力量，我们要在当中彼此代祷，是圣灵的工作使我们合为一体。但是这是在好像听起来是在初代教会当中才会出现的事情，其实不然。透过保罗这些书信，他的宣教已经实现在我们当中，所以现在我们依然是有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工作。那么牧师要问的是，你们是否愿意将自己交给圣灵，完完全全的交托给圣灵来带领？如果你心中的答案是 yes， 我愿意，那么我相信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所读到的救恩，我们所读到的恩典，将再一次在你的生命当中展现出来。那个时候，我们才会说归荣耀给上帝。要不然此时此刻我们无法归荣耀给上帝。我们从以弗所书的第4章前面来看，以弗所书第4章一开始，保罗又说：“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保罗再一次说他被主求的这个身份。然后告诉我们大家说，我们在行事为人上面，上帝对你的呼召，就是说，当你在生活当中，上帝其实已经在呼召你了。因为信仰不单只是在期待有没有得到这个得救的盼望，更重要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见证出来。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见证人。见证什么？见证上帝的恩典在你的身上，你要向别人来诉说，见证上帝如何的来带领你。那么你相信你可以见证上帝的恩典吗？看一下你隔壁的，看看他，你觉得他可以吗？如果觉得他可以，就说你是上帝的见证人。是上帝的见证人。这个声音好像大家都不是很肯定哦。上帝真的需要我们为他做见证，因为要谈这个新的生命之前，保罗先谈到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要怎么样去活出这个荣耀。他鼓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活出这些：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宽容，以和平彼此联络。我们把这句经文读一次好不好？来，请。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宽容，以和平彼此联络。可以做得到，请举手一下。有人摸摸头哈，很怀疑哈，不要担心，按着上帝的话语，我们都可以一步一步做得到。什么是凡事谦虚呢？谦虚代表自己知道，你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你并不完美，而且因为你知道自己不完美，你不会去看轻别人。也就是说，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完美，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批评别人。那么，这就是在这当中所说的一个谦虚。然而，温柔呢？温柔是说对自己所该负的责任，会心甘情愿的接受。你想想看，现在你该负的责任是什么？温柔在原文的意思当中，代表是你能够承担起你自己应负的责任，但是对于那些不公义的事情，你会勇敢的站出来，按着上帝的公义据理力争。而忍耐，忍耐，你们觉得忍耐是什么？凡事忍耐，还是没有说忍耐是什么？忍耐就是人家打你一下，你要忍住不回手，给他打另外一边，很好。感谢上帝，你有知道耶稣的教导。
忍耐是一个人有能力报仇，或者是他可以做什么事情，但是他却不愿意这样做，这是忍耐。然而，我们看到用爱心相宽容，就是学习彼此接待，因为知道我们彼此双方都有缺陷，我们能用宽阔的心来看待别人。有的人他在某一方面的能力很强，可是有的人在另外一个方面他有能力。我想我们都能够在这当中去看见别人的恩赐，不是去看别人的缺点。那么我们就可以用爱心相宽容，以和平彼此联络，就是一个合一。因为我们大家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无论是哪一种族的人，无论是你是生活在什么样情况的人，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2节里面，他说要叫你们行事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上帝。这是上帝在呼召我们，我们被放到教会里面来，我们被上帝从外面带进教会，那么我们就是要做合一。这个合一不是说同一个规格，毫无差别，没有任何的表情，就好像商品一样，每一件商品出来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但是这不是上帝所说的合一，也不是将教会当作一样东西，一个没有生命的静止的物体。保罗在这边要提醒我们的是，教会是一个有机体、有心跳、有呼吸、有脉动的一个生命，是由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所组成的。那么我们都在这里面，一个能够按照基督所教导以及放在我们里面的恩赐，负起我们在属灵当中成长的责任，做出回应。我想这个就是会显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外在的人格的表现，或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态度上。也就是说，基督他来的目的是要让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人达到成熟的程度。所以上帝早就预备好了，早就将各样的恩赐放在你们的心里，放在你们的身上。所以教会成长，我们常常说教会要成长，它的目标就是让我们每一个领受的人，像是婴孩一样的开始，慢慢长大成人，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就能将上帝耶稣基督放在我们身上的那些特质展现出来。当我们每个人展现出不同的特质的时候，教会就被建造，教会就被建造了。我常常在社区里面去接触，或者是有一些人就会问我，基督教的信仰有那么多的教派，他们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有什么不同？天主教和基督教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教会不一样。十字架上有耶稣跟没有耶稣。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一些外在的显现的。也有人问我说，那某某教会跟你们教会有什么不一样？说我们是长老会，他们是某某教会，是单纯的这样子回答吗？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个重点是，合一不代表单一。全台湾的基督教派已经多得无法数。如果你们有兴趣要知道，可以到1楼办公室干事室那边有一本全台基督教会的通讯录，你一翻开会发现那教派之多。但是我们要知道，有时候一个独立的教会，它也形成一个教派，是有可能它在某些观点上它坚持。不过我们很难解释说它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们不在他们当中。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按着保罗的教导，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教会最重要的是连结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教会最重要的是连结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如果有一个教派宣称说，他有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他还有另外一种得救的方法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其实它就不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了。另外一种我们可能会常犯的观念、犯错的观念，就是我们会误认为，只有自己的信仰或神学的教导才是正确的，只有我崇拜、敬拜的方式才是合神心意的。那么，如果你有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将信仰当中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完完全全的限制住，只有单一面向。所以在耶稣基督这个信仰的基础上，上帝让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感动，让我们做出不一样的回应，让我们有不一样的信仰的见证。这当中，我们需要彼此接纳，互相信任。我们要有这样的行动，而不是互相攻击来比较。所以，如果我们很确信知道唯有基督的时候，保罗在第4章4到6节里面，他讲了7个一。这7个一是一个身体，一位圣灵，一个指望，一位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唯有一位上帝。这是一个信仰的告白，我们把它念一次好不好？来，请。一个身体，一位圣灵，一个指望，一位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唯有一位上帝。7个一是在保罗在告诉我们，其实身体就代表是一个身体，代表着是教会；一主就代表的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一位圣灵是因为借着他，基督被显现告白出来，然后就成了一个信仰。这个信仰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3节，他这样说：“我告诉你们，凡被上帝的灵感动的人，一定不说耶稣是该受咒诅的。同样，除非是被圣灵引导，也没有人能承认耶稣是主。”也就是清楚告诉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耶稣是主。我们要能承认，不是你去做了什么，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被圣灵所感动，被圣灵所带领。同样的，在一个指望里面，这个指望是在洗礼当中被接纳，所以它呼应的是一个洗礼。这个洗礼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保罗这样告诉我们说：同样的，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做奴隶的或自由的，都从同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而且共享这一位圣灵。我们都是透过圣灵在洗礼当中，我们连结在一起。因此，最后保罗用一位上帝，以一位超越万有之上的父，将我们联合在一起。保罗用这个7个完全的数字，代表在信仰当中我们彼此合一。所以保罗再一次在这当中说明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领受不同的恩赐，是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死里复活之后，赏赐给我们众人的。那么赏赐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保罗在4章里面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教会当中有不同的职分，这个职分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或教师。其实根据这一段经文，它的重点不在于赐给你有什么样的恩赐，重点是在于委派给他们的那一位圣灵。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工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基督赐给教会的恩赐。我们每个人都是进到教会里面来的，不是你自己，而是圣灵带你进来的。所以
告诉你隔壁的，你是教会的恩赐。你是教会的恩赐。有点难明白，有点绕口。讲白一点就是，你要为主做工。告诉他。讲得好小声哦。所以前面传道在报告的呼召，我们要来参加夏令营，我们要参加什么活动来成为同工？我想等一下要再跟各位再报告一次，让你更加清楚。在这当中，保罗在讲的这几个职分里面，大概跟各位分享一下，所谓使徒，它的定义就是在于有献身使命感的人。这个献身使命感的人，就是他愿意他的一生来传扬福音，献身在他上帝所给他的这个领受当中。有可能他的传福音的方式不同，使徒代表着跟随主的脚步，一步一步往前的人，而先知他是忠实的传讲上帝话语的人。先知是忠实的传讲上帝话语的人，传福音就是四处为主去传扬好消息的人。然而，牧师或教师就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照顾信徒的信仰和灵命的增长。所以，牧师不能跑太远，要随时在，你们要找得到。也是因为现在有手机有 LINE， 你们随时都可以找得到。然而，这些职分其实不是看表面的这些，最重要这些职分的任务是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在这些职分当中，我们就是要装备圣徒。看一下你隔壁的，告诉他说你是圣徒。你是圣徒。那既然你是圣徒，就怎样？要接受装备。告诉你隔壁说要接受装备。现在大家比较有信心敢讲了哈。好，所以我们每个人就在这当中建立起基督的身体。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承担职分，承担这些职分并不是说只有这些人在做，而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在信仰的这个当中，我们合而为一，因为我们认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就渐渐的长大了。我想这个长大不是说你来教会1个月、2个月、3个月，或者说我来了1年、2年、3年，所以我长大了。不是，这个长大是在于你内在有没有真的去渴慕上帝的带领，有没有真的去渴慕、去回应、去服侍上帝的事工。所以，如果在这样的里面，我们就不再是小孩子，我们就不会被世界的这些诱惑、风浪所影响。我想，我们从小到大，你们回想一下，你们不可能靠着自己来长大，你们的身旁一定有父母、亲人、朋友陪伴着你们，带领着你们一步一步的长大。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就要学习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看见彼此接纳。那么，当我们可以用爱心彼此相待的时候，整个身体就会朝着身体的头，也就是耶稣基督所带领的来成长。保罗在后面又用关节来告诉我们说，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要在头的指挥之下扮演各自的角色，因为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所以借着关节使全身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承担的使命。好，我问一个问题，有没有知道5根手指头，手掌这边不算，我们有几个关节？赶快算一下，6个关节而已哦。你的5根手指头全部加起来都有几个关节？大声讲，来，万军，14个关节。你想，上帝创造我们这么奥妙，如果有一天你少掉了一个关节，你的功能就少掉了，2个关节就又少掉了。所以，上帝创造保罗用关节来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那个关节一样，来联络其他的肢体，
使他们能够跟整个身体、跟基督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所领受的职分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不能说我们代表着我们有权势，我们要更加的顺服在基督的掌权之下。所以，不论我的职分是什么，不论你觉得我有没有职分或没有职分，其实我们都受到上帝的托付，我们就是要一起来建造教会，我们一起来做侍奉的工作，共同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体，不是长老，不是执事，不是牧师，不是小组长的事，而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事。因为这不仅是在教会里，更是在对外宣教的方面，我们要将人连结在基督当中。所以当保罗解释完这样的意义之后，他对信徒提出一个要求，或者说他对信徒提出一个呼唤，就是我们都已经在主耶稣的里面了，我们就不应该像过去一样的生活，就像你还未认识主的人一样那样子的生活。也就是你明明知道有一位全能的神，可是你却否认他的存在，不把上帝当作一回事，你仍然活在你认为的好，其实是上帝看为恶的当中，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么就好像你的内心刚硬，这内心刚硬原文的指的是比大理石还要硬的石头，那么就没有办法回转过来。这是旧的生活，我们会很习惯，旧的生活很好，很舒适，我们不用改变。但是保罗却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基督里面所学的不是这样子。真正的基督徒，真正认识上帝以后，你接受了耶稣，你的行为和过去一定会有所不同。这个有所不同，不是牧师告诉你说你改变了，不是某某人告诉说你看起来不一样。这个不同是因为你从内心里面真正的相信与接受，接受了以后，你就会去效法基督，因为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范本，我们学习的对象。你就会脱去那个旧的老我，穿上一个新的我，在这当中。旧的本性当中一个很决定性的关键的转变，那么就是透过洗礼，洗礼的经验，透过这样子洗去旧的，接受新的。所以保罗对新的我做的解释，就是回到上帝原本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起初的样式。这个样式当中有从真理来的公义与圣洁以及美好，所以在脱掉旧的和穿上新的这当中，我们借着洗礼与耶稣在一起，透过洗礼，我们一起经历基督本身所遭遇过的那个一切的过程。基督因着罪而死，我们也与基督同死。基督被埋葬，我们也在洗礼当中跟他一起被埋葬。基督复活，我们也在被呼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的生命样式。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新的生命有几样的生活的守则。第一个是弃绝谎言，这个弃绝谎言是要强调诚实的重要性，因为诚实代表人的心中有上帝。第二个是生气也不要犯罪，生气也不要犯罪。保罗提醒我们，不要让生气成为犯罪的诱因。犹太人计算一天是从太阳下山开始，所以有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代表着生气不要到隔天，因为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如果你让怒气延续到新的一天，其实就是给魔鬼留了地步。
所以就会让你的愤怒成为令人忧伤的事情。第三个，保罗说不可偷窃，就是用不正确的方式取得不应该的得到的东西，要诚实的工作，得到应该获得的，然后分享给别人。也就是说，你要真的明白上帝在你身上的这些恩典。接下来，保罗说，一句坏话都不可出口，要说造就人的话，强调我们要时时保持一个警觉性，确保我们所说的话能够帮助别人，使每一个听到的人得到祝福。最后，保罗的提醒是，不要让圣灵担忧，不要让圣灵担忧，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做上帝的敌对者。看一下你隔壁的，告诉他说，不要让圣灵担忧哦。这个提醒虽然小声，但是却希望能够让你明白，在现在的环境里面，福音其实是让人的生命得到新的转变。不过要注意的是，保罗在那个时代，福音却成为他们解决困境、对抗当时背景的一个路径。所以在那个时候，好消息就像光一样照亮在他们当中。那么今天，我们和我们的社会也要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台湾其实这些年来已经渐渐的有一些转变和改变。我们还会说，过去10年，基督徒的人数有成长。我们也看见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他表示我是位基督徒。不过，这个改变当中，我们的社会仍然缺乏着互相信任、包容。曾经有人这样做一个指标来形容一个社会文明社会的现象。其实这个指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渐渐看见了，但是还有些没有进步，仍然维持在原来的这个位置。比如说，公共厕所有免费的卫生纸，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地方有卫生纸了。这样子出现这样的一个卫生纸，代表着经济状况其实不错，社会的管理也很好，人民也很有公德心，不会整卷卫生纸就拿回家，也不会去故意破坏。另外一个是，我们坐火车或者是坐捷运、公车，其实现在不需要被查票。现在的那种列车长只是走来走去问你要不要补票，现在不需要查票，表示社会上有一些道德制裁的力量存在，人们不会因此去贪小便宜。不过很遗憾的是，有些事情依然存在，比如说食品安全的问题，也就是说，商人的黑心的商品依然存在在我们所身处的社会里面。在这个社会当中，很多的人的心里的贪婪的程度远远大于良知，对的事情没有去做，错的事情还不断的重复在做。我想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提醒我们的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基督学来的，那么我们不应该出现那个人的人性大过于上帝的教导。所以我们就要弃绝一切旧的我，从基督里面活出新的我。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活出来之后，我们就会塑造一个新的文化，也就是上帝所喜爱的公义、良善的文化在这当中。所以教会在做福音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与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不断的在搏斗。有些教会，特别是在都市的教会，会标榜着说，要向一些比较中高阶层的人来传福音，认为他们的影响力比较大，认为他们可能层次比较高。其实这样的说法出现了一种歧视，认为弱势的族群比较没有影响力，或者是说需要花更多的力气、时间去带领、去教导他们。其实这都是一种僵化的思想。他们这样说，就会把路变窄了。
我这样不是在批评某些教会，而是要提醒我们在思考的是，我们应该如何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应该如何活出基督的样式？其实，任何一个传福音的工作都是一种冒险。任何传福音的工作都是一种冒险，因为当我们向人传福音之后，人进入教会都是会带着过去的生命、习惯、思想。其实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就带着自己过去的习惯、思想和方式进到教会，所以我们更需要让上帝的话语来检视我们的生命。让圣灵来塑造我们，改变我们的心，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落实福音的真理，让教会成为教会，让教会成为领受祝福的地方，让教会成为与上帝相遇的地方。你愿意改变吗？你愿意过一个新的生活吗？基督。耶稣基督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不会改变，可是他会带领你我去做改变。上帝、圣灵会带领着我们来改变，但是只有你真正的相信，你才能够有新的生命。你愿意有一个新的生命吗？有人很坚定的眼神看着我。那么，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上帝给你勇气、智慧与力量，来走向一个新的生命。不是依靠自己，乃是依靠耶稣基督；不是依靠我会什么，而是依靠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在教会当中看见彼此。接纳彼此，让人看见了就知道你是耶稣的门徒，就会来跟随耶稣。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恩典的带领，使我们再一次领受你的祝福。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不够，这个不够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来回应你。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与这个世界的人来宣扬你的好消息，使人的生命得到改变，使人脱去旧我，穿上新我，使人因此受到祝福，也让教会肢体之间因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服事联络在一起，合为一体，使教会成为教会，使教会成为祝福的地方，使人相遇的地方。愿主亲自带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